带去读唐诗。平罗兰记里，作者李白。大道如晴天，我独不得志。守得长安下中仪，七机别离多离离。但见作歌作苦声，因歌王文不清净。淮阴时景笑寒声，汉调公卿起家声。君不见识时，燕家重贵位。用费节节无嫌差，局身乐艺感温馨，世间普担好英才。萧王别骨行万错，虽然景肃红金台。行罗兰归起来。简介：第一首的《行罗兰》如果若是从委屈不平、羡慕地不倒来，然后第二首呢是按内心这么几句的愤慨全部来吐出来，用晴天来形容大道的讲法，偏偏只有伊安尼行不出来。两句落差宛然像天烟池别，也引起了读者呢特别的好奇来关注下面的文句。首句我再说连续六句呢，拢是两句组合，就是讲唐宪宗的年代呢，强中特别泄露迄个机锋，互官贵的皇亲伫斗鸡比赛佚佗跋脚，相形下效，形成当时的坊间呢。也咧有样看样无样，家己上对着流行。照当时的两句话，讲生理不用识文字，斗鸡走狗性读诗的艺术话。这人呢，拢是顶阶层社会豪门冠军。可是伫李白的目睭内呢，因拢是靠quyền大之亲的活之种。古代笑韩信夸下手略，真在是那个家己的受过了。万度特别用修读能力来统调。我再说来，君不见六句呢，但怪是以字组合，竟无当时的燕昭王建筑黄金台来招贤，表里一致，至诚至切，推心置腹，礼贤下士。所以按贵为乐艺极新，周燕鼎到燕国。一个亲属呢，为因来打扫街道，强行迄个红背山拉出来背起来，我再用伊手来夹住扫帚，唔止干那是时神入侵，更加会当肝胆相照。唐宪宗对足温宠的，也毋过呢，只是爱写一寡歌讲上帝的诗，甲就是所喜爱乐曲来给天数，就是干那亲像。伫饲迄个小拍鸡啊，伫佚佗，伫算工一样。伊自己呢，面对帝王书壮歌理想的相差太过遥远了。如今的燕昭王，已经变成黄土一堆咯。也个人会当重建黄金台吗？像燕昭王七成礼贤，稳入唐宪宗的昏庸无道，痛心愤慨，可想而知。自然呢，来激发出结句的行路难归起来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有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